大家好，我係嘉希姐姐。小朋友，你哋平時會唔會覺得身邊嘅嘢都係理所當然呢？好似每日有飯食、有衫着，都好似係奉旨咁。故事入邊嘅小峰就係咁，佢成日唔記得講多謝，結果生活就好似變得灰蒙蒙，冇晒色彩。老師同小峰講，其實每一個人都有一副感恩眼鏡，只要你肯戴上佢，天父就會俾你見到生活中處處都係愛㗎喇。喺路加福音記載，以前有10個患咗嚴重麻風病嘅人，佢哋皮膚紅腫，身體好痛，而且冇人敢接觸佢哋，生活變得好孤單，好辛苦。有一日，佢哋聽聞會行神蹟嘅耶穌經過，就用盡力大聲叫：耶穌啊，可憐我哋，醫治我哋啦！耶穌見到佢哋，就叫佢哋去揾祭司做檢查，神蹟就發生啦。佢哋跑跑下，發現身上邊嘅紅腫竟然消失晒，但結果係點呢？10個人入邊有9個只係顧住身體痊癒而高興，唔記得感恩，又唔記得耶穌，頭都唔回就跑返屋企。其中只有一個撒瑪利亞人停低腳步，大聲讚美上帝，仲跑去跪喺耶穌腳前，真心誠意講咗句多謝耶穌。耶穌同呢位撒瑪利亞人講：你嘅信心救咗你。佢唔單止身體好返，心靈都因為感恩而得到拯救。聖經帖撒羅尼迦前書教我哋凡事謝恩，因為這是神在基督耶穌裏向你們所定的旨意。戴上感恩眼鏡之後，小峰嘅世界變咗樣。喺屋企見到媽咪整嘅蛋糕，佢會感謝媽咪嘅愛心，而唔係嫌件蛋糕細。喺學校，佢會感謝老師嘅教導同鼓勵。喺放學嘅路上，佢會感謝有燈塔指引愚民，感恩天父創造。小朋友，上帝希望我哋學識知足同樂觀，感恩唔係只係掛喺口邊，更加要好似呢位撒瑪利亞人咁，用行動去回應。今日開始，等我哋一齊戴上呢副感恩眼鏡，將感恩變成生活入邊最靚嘅色彩，做一個充滿朝氣、積極嘅小朋友。我哋一齊同天父講聲多謝你啦！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